大家好，我 Shoki 啊，今集繼續講廣東話，繼續講錯音。我舉咗呢度9個例子出嚟啊，大家一齊睇睇啊。好，首先呢一位係香港嘅女藝人，佢個名點讀啊？好多人都讀吳婉儀，將呢個字合埋口讀咗唔該個吳啊，當然係錯啦。呢個係應該讀啊嘛，擘大口讀 NG。NG 意思就係話脷嘅後部分頂上去吊鐘上顎位置，擘大口，脷尖向下壓，所有氣從鼻出，口唔出氣嘅 NG 啊，英文啊係串 NG 啊嘛，咪就係呢個 NG 咯。擘大口啊吓，唔可以合埋口，合埋就係唔該個唔噶啦。呢個字唔係丸，係碗啊嘛，碗第五聲，浣熊啊，動物嘅一種啊。我聽過吳婉儀小姐，佢喺某個網上邊嘅節目，稱呼自己做吳婉儀啊，佢讀錯咗自己個名啊，3個字讀錯咗2個，應該係吳婉儀，唔係吳婉儀。希望佢可以睇到我呢條片啊。好，沙田嘅一個屋村啊，好多人呢讀瀝源村，唔係瀝，係力，力量個力啊，大力個力，瀝源村，瀝源村。好，香港其中一個港鐵站，由細到大都係聽人講係石硤尾，劫啊，打劫個劫，連嗰個英文拼音都係 KIP 嘅 ，keep 咁樣喎。呢個字應該係讀峽，恰合合合合合，第9聲合埋口嘅，石峽尾，石峽尾。好，秦始皇啊起嘅一所宮殿啊，唔係阿房宮，亦都唔係阿房宮，係阿房宮，讀阿讀旁啊 PONG 第4聲，梆梆梆梆，阿房宮。好攰啊，好多人會讀疲憊啊，係嘛？唔係啊，係疲敗，失敗個敗啊，疲敗，唔係疲憊，係疲敗啊，失敗個敗啊。好，解美麗的影子啊嘛，歌手蔡楓華都有一首歌用呢一個嘅詞語命名嘅喎，唔係倩影，善惡嗰個善啊，唔係啊，係線，鮮閃線第3聲，一把線個線啊，倩影，倩影，一把線個線，倩影。好多人呢都叫雲吞，啱唔啱？唔係雲吞啊，係雲騰，吞吞騰騰第4聲，雲騰。好多人都係讀乜嘢啊？妖怪，妖怪，應該係妖怪，妖怪，腰啊，屈到條腰個腰啊。
好多人呢都話係點讀啊？夭折，夭折，其實應該係讀妖折，妖折，第二聲妖折。再嚟多次，吳婉儀、瀝源村、石峽尾、阿房宮、琵琶、倩影、雲騰、妖怪、妖折。好，暫時講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分享頻道喎。唔該，拜拜。